分林口湖牵水庄。相传伫1845年农历6月初7日要暗仔，分林的口湖发生一场大海涨，引起海水倒灌，造成有史以来上大的灾难。至少有3000以上的人失去性命，损失千千万万无数的财产。为着要消除遮尔大的伤痛，清朝皇帝特别颁布一块万仙当归的石碑，希望死者会当当归升界。地方人士嘛集资建立祠堂，予后代的子子孙孙会当祭拜当年受难的祖先。古来祠堂渐渐升格化，变成万仙爷庙。云林县口湖乡的后代子孙，伫每年农历的6月初7、初82天，拢会抬猪倒羊，准备济济的生礼来祭拜，佮用牵水庄的祭典超度亡魂。这项祭典甲地方宗教信仰结合做伙，成做每年口湖上界闹热的大拜拜。水庄是一种用竹米仔编做正人悬、圆箍仔形的架仔，内外拢有高浅色的花纸，顶下分别搭12尊牛鬼蛇神，照水内、阴间、天堂3种无同的宇宙空间排列，用来超度伫水灾过往的受难者。一个庄代表一条亡魂，庄一直长一直细。正子孙伫西公的带领下，缀伫牵水庄阵内底，手摸水庄，经过破庄、倒庄的程序，到上煞尾，由庙方的人员将水庄集合做伙放火烧，才完成亡魂的超度。作者：陈宪国。